珠海湖心新城點樣買樓應該買邊度呢？如果翻到2021年啊，我一定會同你講，千祈唔好買湖心新城嘅樓啊！邊個買邊個後悔，買咗嗰啲業主咧，全部都喺廁所度喊緊噶啦。咁買咗嗰啲業主點解會喺廁所度喊呢？2021年啊，湖心新城高峰期賣2萬1左右啊，依家2025腰斬1萬左右。我喺珠海做地產佬啊8年啦，今日咧就嚟講解下呢個湖心新城啦。咁湖心新城係位於珠海市斗門區啊，係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標準建設嘅示範新城，定位為呢個高鐵新城起步區、濱江特色生態宜居示範新區啊。咁截至2025年啦，湖心新城發展咗6年左右啊。咁喺教育方面取得咗較大嘅進展啦，金茂學校、西湖小學都已經投入咗使用啦。咁香海高速咧已經開通咗，到市區同埋呢個大橋口岸咧都係20幾分鐘左右啊。咁價格點解會腰斬呢？呢個片區基本都係住宅區啊，周邊冇咩寫字樓同埋呢個商業辦公啊，將來賣二手咧鬥嘅都係價格。而該片區嘅福地商業中心同埋呢個金茂商業中心咧，遲遲都冇消息。問發展商啲銷售啊，都講係將來嘅事啊。咁如果你要行街食飯睇戲 shopping， 你就要去到附近嘅嘉禾城商業中心啦。3，該片區仲有大量嘅用地同埋住宅需要開發，經常都會有呢個工地嘅噪音同灰塵。咁片區內嘅公共交通咧，亦都唔夠啊，主要都係自駕出行。如果係老人家同埋唔中意駕駛嘅人出行咧，就唔係好方便啦。咁呢個片區值唔值得買呢？如果你話你唔係純粹投資嘅，都冇咩問題嘅。咁湖心新城作為珠海西部中心城，都係以綠色發展為主啦。咁珠海高鐵中心站已經喺度建設當中。如果你喺市區工作或者係港澳嘅朋友啊，可以經呢個香海高速快速直達呢個市區同埋呢個大橋口岸啊。另外，湖心新城可選嘅項目產品眾多，單價都係9000幾蚊起，上車門檻又唔高，可以話你只要有個班上啊，月供都唔成問題啊。視頻結束之前，如果你話你對珠海西部中心城湖心新城有興趣，覺得珠海其他區域嘅樓價貴，又唔想住呢個二手嘅老破舊小區，可以同我深度交流啊！我呢邊咧整理咗一份珠海湖心新城所有樓盤在售嘅資料，優點同缺點都有，仲有佢嘅規劃圖，有需要嘅發3個6，我發送俾你。我係張家姐，一個唔會讓你買錯樓嘅地產佬。